我要领50万。邮局同仁见高龄客户提领高额款项，开始进行关怀提问。阿伯，你听我讲啦，即摆诈骗吼有够多啦。由台南邮局承办的113年度邮政机构防灾演习，22号伫台南邮局后方停车场精彩上演。演习项目分为防诈、防抢、地动、火灾等4种状况演练，希望透过演习提悬大家对着防诈、防灾警觉。先生，警察来！不要冲动！警察来！前5米哦，不要冲动啊！多大机？金融诈骗哦、抢劫跟地震频传。那为了提升员工跟民众对各种诈术、灾害状况的判断敏锐度，中华邮政公司各局除了日常的防抢跟自卫消防编组演练以外，本日台南邮局承接113年度邮政机构防灾演习。那承蒙交通部各界长官的莅临指导，也要再次的感谢台南市警察局、台南市消防局等相关单位的鼎力相助，联合演习，期盼能够透过现场4种模拟的状况演习的过程，有效提升大家对防诈、防抢、防震、防吼救灾的警觉性，建立自救救人的能力，确保维护自身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邮局办理演习，除了是要加强邮政员工防诈以及安全观念应变，更希望借由防灾演习，提升邮政公司各单位对着防抢、防诈骗以及天灾事变的紧急应变能力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